大家好啊，咁又翻嚟斗數實驗室嘅時間啦。咁今集就唔講命例星曜嗰啲，就講翻一個紫微斗數入面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真太陽時間同埋夏令時間嘅處理方法。睇翻啲資料先啊。真太陽時間嘅定義嘅話呢，就係地球面向住太陽一個實際嘅方位個位置。例如可能你鐘錶時間顯示係正午12點鐘嘅，正常嚟講係等於太陽喺你頭頂噶嘛。其實唔係嘅。因為地球嚟講，公轉嗰個軌跡嘅話咧，佢唔係圓形嘅，係橢圓形嘅。距離太陽嘅話咧，按照季度或者月份嘅話咧，係有遠有近，同埋地球自轉嗰個軌跡嘅話係少少傾斜嘅。咁變相嚟講咧，雖然你鐘錶顯示係12點鐘，但係太陽實際嗰個位置咧就並唔係喺頭頂上面嘅。咁變相嚟講咧，坊間一般嚟講計算真太陽時間嗰個方法就係以實際嘅鐘錶時間去扣減翻23分鐘，再計算埋季節嗰個修正嘅時間。佢意思就按翻你嘅月份或者季節性嘅話咧，會再有加減16分鐘嘅情況。咁呢個係咩意思？因為你可能日照時間咧，冬天同埋夏天日照時間都會唔同噶嘛，所以會再按翻實際情況咧，再有加減16分鐘嘅出現嘅，最多係加翻或者減16分鐘咯。其次就係一個夏令時間啦。夏令時間嘅話咧，外國就經常會成日聽到啦。但係香港呢嘅話咧，都曾經係實施過夏令時間嘅。咁你去翻天文台嗰個網站嘅話咧，就會見到佢就公佈過，係啦，由1941年開始去到1979年嘅話咧，係啦，呢啲年份呢啲月份嘅話咧，政府咧都有頒令咧，係將個現實時間，即係個鐘錶現實時間去加快1個鐘。咁變相嚟講嘅話咧，如果喺你呢啲年份出世同埋啱月份嘅話咧，就必須要首先你將你自己出生嘅時間去減翻1個鐘，去得出一個實際嘅時間，再扣減埋真太陽時間嗰個時間嘅話咧，先係實際出現嘅一個出生嘅時間咯。好啦，用例子講一講先啦。譬如呢個例子為例啦，2023年9月15號上午11時05分出世。正常嚟講嘅話咧，呢個命盤咧應該會係午時盤嚟噶嘛，係啦。用翻星橋嘅 Apps 去睇翻啦。呢度呢個命盤係啦，咁就2023年9月15號午時出生嘅男命。如果你單純就用翻呢個時間去計算嘅話咧，佢係天府坐命午時嘅命盤嚟嘅。但係當你入翻一個叫香港出生嘅時間 Apps 會幫你計算埋實際嗰個真太陽時間出嚟嘅啦。地址喺度香港出生，撳落去就會即時會扣減晒全部嘅數據資料嘅話咧，就會變咗個七殺坐命係啦。佢裡面可以睇埋咧，呢度係啦，減咗幾多時幾多分，減23分鐘咁樣去扣翻個實際出生嘅時間咧，就係10時46分啦。係啦，變相嚟講咧，成個命盤咧就會唔同晒嘅啦。如果你問埋天機嘅話咧，佢都有幫你計算埋嘅。首先用問天機啦，即係平時去排盤嗰個界面，入翻呢度2023年9月15日11時05分。如果你呢度位置咧，你唔輸入嗰個叫做出生地點嘅經緯度嘅話咧，佢又都會變咗做按翻呢個盤去排嘅話咧，佢個盤就唔同咗，就變咗原先嘅天府坐命叫做午時盤啦。但係如果你輸入埋嗰個香港嗰個經緯度嘅話咧，就成個盤唔同晒嘅啦。嗱，呢度2023年9月15號11時05分。你下面揀埋係出生地點係港澳台嘅香港嘅話咧，個 Apps 咧會自動幫你扣減埋嗰個時間嗰啲嘢啦，就會變咗做同星橋一樣嘅，係啦，七殺坐命咯。變相嚟講咧，成個命盤就會唔同晒嘅啦。呢個自己留意翻啦，係啦，即係而家就唔係自己記要減幾個鐘嘅啦，就係 Apps 會幫你全部做好晒嘅啦。但係實際上，譬如你扣埋呢個時間，可能有時都會窄界，可能變咗係10時，可能55分嘅話咧。變咗兩個命盤嘅話咧，到時你可能你要學你要對盤嘅話咧，咁可能要開晒兩個命盤出嚟去對翻邊個命盤會啱你多啲啦。因為始終窄界盤喺我哋嘅
即係命理學上面嘅話咧，必須嚟講都要去開晒兩個盤去對翻實際嘅情況咧，先可以知道邊個命盤係屬於邊個命主咁樣嘅。因為出世嘅時間嘅話咧，你出生時間即係你可能喺醫院出生，咁變相嚟講手忙腳亂，醫生 mark 低嘅時間唔一定係啱嘅。變相嚟講，你擇界嘅話咧，咁基本上我哋即係以我自己為例嘅話咧，都會開晒兩個命盤咧，同命主對翻實際嘅啲事件發生嘅情況出現啊，落親嘅關係咁樣咧，去了解翻邊個命盤係屬於命主嘅話咧，係啦。咁其次就係一個叫做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叫做下令時間點樣去處理啦。啱講啦，譬如你一個叫做你處於一個下令時間出生嘅話咧，首先第一樣嘢嘅話咧，就係必須要減一個鐘先，即係以呢個命呢個叫做命例子為例啦。1979年8月1號出生嘅話咧，首先佢係2點出世嘅話咧，首先就先減翻一個鐘，就變咗1點出世。然之後再扣減翻相應嘅真太陽時間，同埋調整翻一個季節性嘅一個差異時間嘅話咧，咁啊出到嚟嘅話咧，就會變咗另一個盤嘅啦。但係一般嚟講咧，坊間呢啲 Apps 嘅就基本上佢唔會幫你排嗰個下令時間，你自己計咗先嘅，係啦，佢只會幫你扣減嗰個真太陽時間嘅啫。而啱啱呢個例子為例啦，1979年。1979年8月1日，啱講佢係原本嘅鐘錶時間係即係2點出世噶嘛，但因為佢處於一個叫做夏令時間出世嘅話咧，就首先要扣減一個鐘先，即係變相嚟講係13時出世嘅，減翻13時。同樣地出生嘅地點咧，要揀翻香港，然之後撳確定啦。係啦，咁變相嚟講咧，佢實際嘅出生時間應該係12點半嘅，係一個午時嘅命盤嚟嘅，同佢原先個出生個鐘錶時間係14時咧，係相差非常之大嘅。呢個就係因為一般嚟講咧，好多人唔知道要減埋嗰個叫做夏令時間嗰1個鐘嘅話咧，會導致命盤咧會翻天覆地去改變咗嘅。咁呢個就係通常係新學嘅人你自己留意翻啦。如果你處於一個叫夏令時間出世嘅話咧，就自己留意翻要扣減翻1個鐘啦。咁啊，基本上你去天文台嗰個網站咧，就見到呢啲叫做基本上邊啲年份啊、邊啲月份咧係有曾經實施過夏令時間去加快1個鐘。咁基本上1980年之後，即係80年代之後嘅話咧，政府咧都冇再頒發過一個新嘅要實施個夏令時間咁樣嘅。咁基本上係唔需要擔心嘅啦。隨住計算翻嗰個真太陽時間咧，就基本上係實際得知到你出生嘅實際嘅時間嘅啦。咁啊，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基本上呢啲實際嘅叫做方法啊，計算嘅方法嘅話咧，基本上都唔係自己 mark 低嘅啦。基本上而家大部分 Apps 咧都會幫你計埋嘅。啱啱講文物天機啦、星橋咧，就基本上自動幫你校正晒全部嘅太陽時間嗰啲嘅啦。但係如果你處於一個叫做夏令時間出世嘅話咧，就會先自己減咗1個鐘先，再入翻嗰個實際嘅出生時間咧，就會幫你計算埋嗰個真太陽時間出嚟嘅啦。咁呢個而家好方便嘅，唔使自己計嘅。咁啊，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咁啊，下集有機會同大家講唔同嘅知識同埋命例咁樣先啊。好，咁啊，拜拜。